今年5月有接近2萬個香港人，每人俾咗成千蚊報名費，一大朝早就走咗入亞博，自願喺入邊推100公斤嘅雪橇，掟100下藥球，仲要跑足8公里，搞到塊面都白埋。落場嗰刻仲要笑住影相喎。呢個唔係軍訓營，而係 HYROX 香港站。4年之間呢個比賽嘅參賽人數足足翻咗27倍，仲要打破埋亞洲區嘅紀錄添啊！同一時間，香港啲私營嘅匹克球場喺1年之內由3間暴增到20間。有專家話今年內仲有機會翻多1倍啊！至於渣打馬拉松呢，就更加唔使講啦，年年報名都爆滿，抽唔中去跑嗰班人唔係鬆一口氣，反而係真心覺得失落，好似蝕咗啲咩咁啊！如果大家身邊都有啲30幾、40歲嘅朋友，以前放假佢哋最多都係飲下茶、行下商場咁。但係而家喺個群組度，大部分都係討論自己殺波殺得靚唔靚，隻碳板鞋幫佢跑快咗幾多秒，再唔係就係話推雪橇車推到條腰就斷，但下年都一定會再報名玩嘅。匹克球、馬拉松同埋 HYROX， 網絡上邊叫呢3樣嘢做中年危機三寶，佢哋喺短短幾年之間就變咗做香港中產階層嘅新宗教。但點解係而家？點解係呢3樣運動呢？香港啲中年人唔會約埋喺同一年突然覺醒，要一齊注重健康噶嘛？呢場熱潮嘅背後，其實都係一場計到盡嘅商業策略，再加埋一套捉心理捉得好準嘅行為科學嚟啊！啲商家好清楚知道，中年人最缺乏嘅唔係錢，而係3樣嘢：成就感、掌控感，同埋一個講得出口嘅身份。咁到底中年危機三寶可以點帶到呢3樣嘢俾大家呢？今日我會由經濟學睇到消費心理學，同大家一齊解開呢個謎。不過睇到最後，可能大家反而會覺得呢個係一個值得笑住踩落去嘅陷阱嚟。我哋由3寶入邊門檻最低嗰樣嘢講起先。匹克球呢樣嘢，唔好以為佢係啲咩新發明嚟，佢早喺1965年就已經喺美國西雅圖出現噶啦。係幾個爸爸見啲細路太無聊，喺羽毛球場度求其攞塊乒乓球拍加個膠波砌出嚟嘅玩意，呢樣沉寂咗幾十年嘅遊戲，點解突然間可以紅到張曼玉又打，姜濤又打，連 LeBron James 都走去投資職業球隊呢？答案係4個字：降維打擊。如果你有學過網球，應該就會明我講咩啦。網球嘅學習過程簡直係地獄級，你可能發球發極都打唔啱位，猜咗2板又接唔到。頭3個月基本上係喺度執波多過打波，個挫折感大到可以令90%人放棄啊！但係匹克球就完全唔同啦，佢個場細，個波又慢，球拍又短，一個從來冇玩過嘅人落場15分鐘之內已經可以同人有來有往咁對打噶啦。喺產品開發嘅角度嚟睇，匹克球就係運動界嘅 MVP（Minimum Viable Product），即係最簡可行產品。佢將一項運動最痛苦嘅挫折期壓縮到近乎零，等你喺第一日就即刻有成功感。呢種即時嘅滿足喺行為科學上係極之有效嘅。心理學有個概念叫心流，即係你全神貫注、渾然忘我嘅嗰種狀態。要進入心流狀態，個挑戰難度係要啱啱好高過你嘅能力少少嘅。網球對新手嚟講係會令人懷疑人生嘅，但匹克球就好似度身訂造咁，永遠喺你掂到掂唔到之間嗰個甜蜜點。再加上每一球都有即時回報，打得好個波就過網，打得唔好即刻知出咗咩問題。人腦就最中意呢種即時獎勵噶啦，所以新手嘅勸退率好低，好多人打完第一次都會話：喂，幾好玩喎，下個禮拜再約啦。但如果匹克球淨係易上手，佢極其量都只係一個消閒活動，佢真正勁嘅地方係佢嘅社交結構，因為體力要求相對低，匹克球係極少數可以打破年齡、性別甚至體能差距嘅運動嚟。60歲嘅老闆可以同20歲嘅後生仔拍檔打雙打，太太可以同老公同場較量，公司搞 team building， 連平時唔喐嘅同事都可以落場玩埋一份嘅。喺經濟學上，呢個叫網絡效應，多一個人玩，成個網絡嘅價值就大一分，因為你會更加容易揾到實力相近嘅對手同波友。有人形容匹克球係新一代嘅高爾夫球。我覺得更加準確啲嘅講法係，佢結合咗高爾夫球嘅社交功能，但係只係收緊羽毛球嘅價錢同時間成本咋。
以前傾生意要喺果嶺行足4個鐘，而家喺冷氣房打2局，飲埋杯嘢，效率高咗好多啊！而佢嘅賺錢模式用到嘅就係經典嘅剃鬚刀同刀片模式啦。入門裝備百幾蚊就有交易，成本唔高，試下都冇咩損失嘅。但係當你入咗坑就唔同講法啦，你會發現隊友嗰塊碳纖維球拍好似好力啲喎，於是你又俾錢升級買塊2000蚊嘅靚嘢，跟住仲要有專屬嘅波鞋、吸汗嘅運動衫、防滑嘅手膠，再跟住就係長租，私人長收300-400蚊一個鐘。有啲高級會所式場地分分鐘要成600蚊添啊！呢1-2年，好多商場同工廈嘅吉鋪，一轉眼就變晒做匹克球場，連地產界都話呢樣嘢幫手消化咗唔少空置鋪位啊！用最平嘅門檻吸引你入場，再靠源源不絕嘅裝備同長租嚟賺錢，呢個模式同影印機平價賣機身、貴價賣墨盒就係一模一樣嘅手法嚟噶啦。仲有個細節，好多人未必為意，匹克球嘅消費場景係刻意設計成將運動同社交二合一嘅。大家可以睇下而家啲新開嘅私人場，好多都附設酒吧同餐飲區。打完波，大家唔會即刻散水，反而會坐低飲杯嘢傾多陣，咁個場嘅營業額又多一筆啦。有金融公司包場做團隊活動，有中產租場搞生日會。個場地已經超越咗一個普通波場，變成咗一個俱樂部、一個會所。你以為自己只係租咗1個鐘嘅場，其實你買嘅係成個下晝嘅社交體驗喎。呢一種經營手法，正正就係以前高爾夫球會做緊嘅嘢，只不過而家搬咗入商場，價錢親民咗，時間濃縮咗，翻場率仲要高出幾倍添啊！唔怪得連市場研究都預測，全球匹克球市場嘅規模喺未來10年會由30幾億美金飆升到接近90億，因為佢賣嘅從來都唔係個波，而係人同人之間嗰種有嘢一齊做嘅需求啊！講完三寶入邊最易入門嗰樣，我哋跳去講下另一個極端馬拉松啦。如果匹克球嘅賣點係零痛苦，咁馬拉松就啱啱相反，佢賣嘅正正就係痛苦本身。一個平時坐寫字樓嘅人，俾幾百蚊報名費，然後用4-5個月時間，日日朝早5點天未光就起身練跑，連放假都放棄晒所有飯局，最後係一個風雨不改嘅朝早，用3個幾鐘頭去折磨自己嘅膝頭同意志，跑完之後行樓梯都要捉實欄杆先行到，但係佢會同你講好值得，下年實再嚟。行為經濟學咧有個好出名嘅概念叫 IKEA 效應，人對於自己親手砌出嚟、投入過心血嘅嘢，會賦予不成比例咁高嘅價值。你自己親手砌嗰個櫃，就算砌得唔好，你都覺得佢靚過出邊家私鋪買嘅。馬拉松其實就係 IKEA 效應嘅極致展現嚟。嗰面原賽獎牌本身值唔到幾多錢，但因為你為咗佢流過無數汗水，放棄過無數個懶瞓嘅朝早，佢喺你心目中嘅地位就會變到冇嘢取代到。心理學將呢種心態稱為勞力辯證，即係覺得自己付出咗咁多，呢件事一定係充滿意義嘅。如果唔係自己咪好似好可笑咯。所以過程越係艱辛，就越覺得物超所值。呢個循環一旦開始咗，真係好難停落嚟噶。再拆落去，仲有一層更深嘅邏輯，叫做昂貴信號理論。喺生物學角度，孔雀開屏，條尾大到咁累贅，因為咁先證明到佢有幾強壯。體質弱嘅根本負擔唔起。將呢個道理放翻落人類社會，以前你想展示自己實力，戴隻名錶，揸架靚車就搞掂。但時至今日，呢啲物質嘢已經冇乜說服力，分分鐘仲會俾人覺得太過俗氣添。咁而家最矜貴嘅係咩呢？係時間、健康同埋自律。一個人每個禮拜可以抽到10幾個鐘出嚟操練，可以狠心戒甜嘢、戒酒，仲要擁有一個健康到捱得住42公里考驗嘅身體。呢啲資歷係冇得辦、冇得借，更加冇得分期付款買翻嚟嘅。所以喺社交平台上面，一張完賽嘅相加個時間截圖，就等同於中產世界入面最高級嘅卡片。佢傳遞緊嘅信息唔係我好得閒，而係我有足夠嘅本事，將自己嘅人生管理得井井有條啊！啲商家咁精明，當然唔會放過呢個心理啦。
你睇下世界六大馬拉松呢個概念就知有幾高招啦。順帶一提，2025年仲新增咗悉尼馬拉松成為第7大馬拉松賽事添啊。波士頓、倫敦、東京呢啲頂級賽事，全部都行抽籤或者成績達標制，製造出一種有錢都未必買得起嘅稀缺性。抽極都抽唔中嘅人，反而內心咧就越渴望想去。呢個同買限量版都係同一套飢餓行銷邏輯嚟。而當你終於集齊7大馬，攞到嗰面特別獎牌，你喺跑圈嘅地位就等於拎住個限量手袋行街咁威啦。再講埋啲裝備，碳板跑鞋掀起咗一場裝備競賽，2000蚊一對，着幾百公里就要換個對新嘅。能量膠、鹽糖、壓力物呢啲消耗品多到數唔晒。GPS 運動錶仲要年年出新款，標榜可以幫你精準分析心率區間同最大攝氧量喎。除咗本身嘅用途之外，佢哋賣緊嘅其實係打破個人紀錄嘅希望。只要你心入邊仲有團火，想跑快多1分鐘，你嘅荷包就永遠有個窿。仲未計跑完之後嗰啲物理治療、按摩槍、筋膜放鬆課程，連你嘅勞損同傷患都係人哋盤生意入面嘅經常性收入嚟嘅喎。最微妙嘅地方係馬拉松連你嘅痛苦敘事都一早幫你包裝好晒。跑友之間傾偈，最中意分享嘅從來都唔係自己贏咗啲咩，而係自己點樣捱過啲難關。落雨嗰場有幾狼狽，抽筋嗰陣點樣一步一步捱到去終點。呢啲親身經歷，講嗰個眉飛色舞，聽嗰個就肅然起敬。因為係一個物質已經好富裕嘅社會，我捱得呢3個字反而變成咗最稀有嘅勳章啊！商家好明白呢個道理，所以成個馬拉松嘅品牌故事，由廣告宣傳到獎牌設計，全部都係圍繞住超越自我呢個核心主題。佢哋唔會同你講長跑有機會傷膝頭，佢哋只會同你講喺終點線嗰刻，你會遇見一個更好嘅自己。呢句嘢有冇科學根據其實唔重要，最緊要嘅係只要啱聽，你就肯再俾錢去跑多次啊！如果話匹克球係一種社交，馬拉松係一場修行，咁 HYROX 就絕對係呢個時代最完美嘅商業設計。佢直頭係一間體能界嘅麥當勞嚟啊！先同大家講下佢嘅玩法：8段1公里嘅跑步，中間夾住8個健身動作站，好似推雪橇、划船機、農夫負重、沙包弓步、掟藥球呢啲咁。全世界任何一個城市搞嘅 HYROX 格式係完全一模一樣嘅，重量同距離都一樣。你喺香港亞博推嗰架雪橇，同你喺柏林紐約推嗰架係同一個規格嚟嘅。呢種全球標準化就係佢成功跑出嘅核心密碼嚟啦。標準化有咩魔力呢？因為佢啱啱好滿足咗現代人嘅深層渴望，就係確定性。一個香港中年人份工做得幾好，都有可能俾人炒，層樓升定跌又唔到你控制。努力同回報之間嘅關係越嚟越模糊，但 HYROX 嘅世界就唔同啦，佢係絕對公平嘅。你有俾心機操練，個完成時間就會快；你偷懶，個成績都會話你知。每一滴汗都會精準咁轉化成全球排行榜上面嘅一個數字，全球幾十萬人都用同一把尺去量度。呢種量化自我帶嚟嘅快感，對於一班喺職場上已經揾唔到確定性嘅人嚟講，簡直係心靈嘅避風港。外面個世界越亂，呢個 HYROX 小宇宙就越吸引啦。第二個成功密碼呢，就係部落主義。社會心理學有個理論叫社會認同，即係話人需要透過群體去定義自己到底係邊個。HYROX 嘅賽場設計就係一部製造革命情感嘅機器，觀眾可以貼住條賽道幫選手打氣，現場又有 DJ 喺度打碟。當你推雪橇推到身水身汗頂唔順嗰陣，隔籬會有成班陌生人同你一齊加油打氣。一齊捱過苦嘅人會產生一種類似戰友嘅連結，呢樣嘢喺心理學係有根有據嘅，所以你會見到 HYROX 玩家嘅歸屬感好強，由普通興趣升華到個人身份認同，一跨過咗呢一步，個用戶黏度就會完全去到另一個層次啦。而喺做生意嘅角度睇，HYROX 行得最好嘅一步就係特許經營模式。佢哋自己一間健身室都唔開，反而係將個認證賣俾全世界嘅健身室做認可訓練中心，成條數係計得好清楚嘅。你報咗名參賽，
操練嗰陣發現自己推雪橇個姿勢好肉酸，於是你就去報認證健身室嘅課程。上堂嗰陣教練又話你對鞋唔啱着，於是你又走去買官方合作品牌嘅指定裝備。比賽完你發現個時間輸隊友少少，條氣唔順，於是你又再報下一場賽事。報名費、課程費、裝備費、周邊消費，一個圈緊扣住另一個圈，選手喺入邊不停咁循環消費，而 HYROX 總部基本上係坐喺度收牌照費就得啦。4年之間錄得27倍嘅驚人增長，接近2萬人參賽，當中30%仲要係專登飛過嚟香港嘅海外選手，連酒店都要順勢推出賽事加住宿嘅套票。呢個已經唔單止係一個比賽，而係一個識得自己運轉嘅經濟體嚟啊！我哋再睇下佢點樣經營個現場氣氛，你就會知咩叫做節慶化啦。今年香港站直頭喺場內搞埋美食市集、酒吧、DJ 表演，仲有賽後按摩恢復區，成個亞博包裝到好似嘉年華咁，4萬個觀眾入場睇人做 gym， 當中20%仲要係專程過嚟嘅遊客添啊！如果10年前你同人講話買咗飛入場睇人做 gym， 可能好多人都覺得你黐咗線。但呢個正正就係佢哋想做嘅嘢嚟，將一場無聊嘅體能測試變成一個值得請一日假去朝聖嘅盛事。當運動變咗做盛事，佢就唔再受冇時間做運動呢個問題限制，因為你唔係去做運動，你係去參加一個節日。宗教咧有專屬節期，部落有祭典，而 HYROX 就係1年1度喺亞博隆重開幕嘅盛事嚟啦。嚟到呢度，我哋不如睇下呢3寶背後有咩共通嘅套路啦。第一步係造神，名人效應加 KOL 宣傳，明星 post 自己打匹克球嘅片，行政總裁晒跑完馬拉松嘅獎牌，健身網紅日日出 HYROX 嘅訓練片。你部手機嘅演算法好快就會摸清你嘅年齡層，然後將呢啲內容不停咁塞俾你睇。睇得多，你個腦就會開始產生一種焦慮，點解個個都喺度做緊呢樣嘢，得我仲坐喺梳化度無所事事呢？呢個就係一種叫 FOMO 嘅錯失恐懼症。人類始終係群居動物，見到自己個圈子集體向同一個方向行，你唔跟住行，自然會有一種俾人遺棄咗嘅不安感。好多人以為自己係主動選擇去開始做運動，但其實個啟動掣一早已經喺你腦入邊裝好咗啦。第二步就係用沉沒成本令你留低。當你已經買咗幾千蚊嘅裝備，交咗唔平嘅報名費，甚至請埋私人教練，呢啲錢係注定收唔返嘅。經濟學會教你，理性嘅人唔應該俾沉沒成本影響日後嘅決定，但人冇可能係100%理性嘅。我都使咗咁多錢，唔通半途而廢咩？呢句說話會推動你繼續操練、繼續報名、繼續買嘢。最奇妙嘅地方係喺其他消費場景，沉沒成本謬誤通常會令人越踩越深，輸到損手爛腳。但喺運動呢件事上面，佢反而變成咗一個正面嘅枷鎖。佢鎖住你嘅，其實係一個令你身體健康嘅好習慣。商家可能係歷史上第一次將人性嘅弱點用返喺對你自身有益嘅方向度啊！第3步係將消費轉化成身份認同，呢3寶全部都有極強嘅展示性。匹克球場個個角落都有打卡位，馬拉松有完賽獎牌同號碼布，HYROX 就有官方靚相兼全球排名。你每一次參與都會自然而然咁產生一啲內容可以擺上網，而你嘅 post 又會變成佢哋嘅免費廣告，去撩起下一個人嘅錯失恐懼喎。你唔單止係消費者，你仲係佢哋唔使出糧嘅推銷員。社會學有個講法叫社交貨幣，意思係你分享出嚟嘅嘢定義咗你係一個點樣嘅人。而我係一個有操練、有紀律、有目標嘅人，喺中產世界入邊就係最保值嘅一種貨幣嚟啦。呢3寶由頭到尾買嘅都唔係體育，你俾出嚟嗰啲錢買緊嘅係成就一個更好嘅自己嘅可能性，係一個部落嘅歸屬感。係一個喺飯局同 IG 都攞得出手嘅身份同話題。體育用品係有成本嘅，但希望認同感、人生意義呢啲嘢，邊際成本接近0，可以無限咁複製。賣情緒價值先至係呢個時代利潤最高嘅一盤生意嚟啊！雖然上面講到呢3寶好似揾緊大家笨咁，但其實我唔係想叫大家唔好玩喎。喺香港呢個節奏咁快嘅城市生活，本身就係一場慢性消耗。
工時長，壓力大，付出咗努力又未必有同等回報。人到中年，身體機能開始響起警號，社交圈子又慢慢收窄，好多嘢好似都唔喺自己嘅控制範圍之內。而呢三寶咧，就啱啱好喺三個層面填補翻呢個時代大家最缺嘅嘢啦。身體上，佢哋真係幫你對抗緊中年危機，血壓、血糖、體脂呢啲數字唔會呃你嘅，你肯喐動，佢自然就會靚翻。心理上，佢哋提供咗一樣打工仔最渴求嘅嘢，就係努力同回報成正比嘅實在體驗。喺公司你做到俾埋條命佢咁都未必有得升職，但喺跑道上你操咗幾多，隻錶就會顯示幾多㗎。冇辦公室政治，冇得靠運氣，更加冇人可以搶走你嘅功勞啊！呢種微細但係確切嘅掌控感，係一劑好有效嘅心理良藥。至於心靈同社交上就更加唔使多講啦。成年人嘅世界，想識新朋友其實好難，而呢啲運動重新俾咗一個理由，大家聚埋一齊，唔係為咗俾面，唔係為咗生意，純粹係一齊追同一個目標啫。呢種基於共同愛好嘅連結，喺呢個個掛住碌手機嘅年代，真係好難得㗎。其實中年三寶嘅爆紅，反映緊嘅係我哋呢一代人一個幾唏噓嘅現實。以前唔使錢就可以擁有嘅嘢，好似屋村嘅街坊波友、屋企樓下嘅免費球場、放咗工約埋一齊踢波嘅同事，喺呢個原子化嘅城市入面，已經慢慢消失晒。於是我哋唯有用錢去買翻個社群，買翻個人生目標，買翻一個自己究竟係邊個嘅答案。商家冇創造呢個需求出嚟，佢哋只係比我哋更早發現現代人嘅孤獨同無力感。原來係一個幾百億嘅市場，你可以話佢哋精於計算，但你都要承認佢哋計出嚟嗰條數，啱啱好填補咗我哋生命入邊一個真實存在嘅空虛啊！所以呢一單交易其實係雙贏嘅，商家用心理學設計咗一個局，賺走咗我哋嘅錢，呢點係事實嚟，但我哋用錢換翻嚟嘅係健康嘅身體、真實嘅朋友，同埋面對聽日繼續開工嘅韌性。世界上大部分嘅消費陷阱跌落去係會蝕到入肉嘅，好似盲目買名牌、課金打機、炒股炒窿嘢咁。但呢個係少有跌落去會令你變得更強壯嘅陷阱嚟啊！既然人到中年始終都要揾啲嘢寄託，不如俾個聰明嘅商家賺，點都好過俾啲會掏空你嘅不良嗜好賺啊！最後問下你哋，你覺得為咗一個興趣去使錢，去到邊一條界線先算係俾人收割呢？係買對貴跑鞋嗰陣，係專登飛去外國跑一場馬拉松嗰陣，定係其實只要自己覺得開心滿意，根本就唔存在呢條界線呢？大家不妨留言講下你嘅睇法啦。如果你身邊已經有個沉迷咗三寶嘅老友，即刻 share 條片俾佢睇，睇下佢又有咩意見啊！如果你覺得今日呢條片嘅分享對你有啟發，記得俾個 like， 分享俾朋友睇，同埋訂閱我哋啊！開埋個鐘仔就唔會錯過我哋嘅出片通知啦。我哋逢星期一、三、五出片，我哋下次再見，拜拜。